姜最好晚上，姜最好晚上吃。啊，不对不对，怎么讲相反的？是什么业障啊？在制造那个错误啊？姜最好早上啊，说清楚再更正啊。最后确定了哈，早上最好是早上吃，有的说晚上吃是像吃砒霜啊，伤元气的。像有的感冒认为要喝姜汤，结果深夜10点多了才喝一大碗姜汤，结果晚上睡睡不着觉，因为冷得都发抖，盖棉被盖一大床也是啊，冷得发抖，伤元气啊。晚上喝伤元气啊，要这白天喝了。刚喝没多久是会流汗的出汗，但是久了以后消耗元气，然后晚上温度会越来越低嘛，所以应该要白天喝姜汤，早上吃姜，气会二通神。